依舊腳趾環。死！我驚好似上次咁抽筋。今次玩假機更加容易。哇！痛好痛頂！抽筋。控制唔到！追！彈傷害識咩啊？嚟！冇影響。加速 ，Go！ 上！扣！打！追！打！吸走！輔助！頂！6-7咯，67%。打唔過，圖開到咁點打？玩個鐵啊！玩條毛。哇！殺咗個分下死喎。0-8，有啲實力。得。追得，等咁耐。係咪真人嚟嘅呢鋪？乜真人？6-7係真人嚟嘅。哎呀！加速！OK 喎。呢排我冇 Buffy 啊！等。衝上！打佢！打唔到！打到！雙殺！低調，用腳趾玩到雙殺。廢嘅對面。廢㗎對面。按唔到配件，咁細粒。只可以瞄一個方向行路，咁都死。漢克大飛，哇死晒嘅，一個暴力威能就死晒，係咪廢㗎？哇漢克，加速 ，Go！ 打好多傷害，識咩啊？輔助這一塊，輔助隊友這一塊，哇死晒！主播而家上手玩都未必打得過，好耶，輸咗耶！用個手嘅，好。
你咁挫嘅咪先？嚟。我幫佢爭取到11%，低調啲。喂，雙頭扎加一個腳趾啊！走唔到啊 ！V 佬啊，普攻咩料？完全扭唔到。誒，送我去邊啊佢 ？Hello， 你唔使走啊你。啊！踩緊點？係咪知奇？包括麥克。知奇。知奇開大，推佢，食傷，狂傷，唔係食傷，狂傷。喂 nice， 企呢度睇佢哋點玩。痛到抽筋，頂！主播呢個實力係毋庸置疑。單殺啊！主播咩實力？單殺人機，腳趾玩到單殺人機。哇！爆紅黑俾人控制咗，試下卡場。哇！我 MVP 啊，踩點我，得 nice。